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㗎喇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㗎。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一齊睇咗大牌 Major Arcana 愚人嘅旅程，亦都一齊拆解咗細牌 Minor Arcana 入面權杖組唔同嘅數字牌。跟住我哋仲講到權杖侍者 Page of Wands， 代表新靈感、新火花同埋想開始嘗試嘅衝動。而今集我哋就嚟到一張更加進階版行動嘅牌，佢就係權杖騎士 Knight of Wands。 如果話侍者係想試，騎士就係衝啦，而家就去做。好，今集我哋就嚟深入探討下呢張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。喺呢張牌度，你睇到啲咩呢？喺權杖騎士呢張牌上面，我哋通常可以見到一個騎士騎住一匹馬，快速向前衝，馬前腳抬起，好似準備爆發。騎士手上高舉一支權杖，背景係沙漠同山丘，成張牌充滿動嘅感覺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呢個騎士，佢唔似侍者咁仲喺度觀察，佢已經上咗馬，準備出發。呢個象徵住已經有方向，已經有動力，已經決定行動，而且佢唔係慢慢行，佢係喺度衝啊！隻馬都好重要㗎，馬代表行動力，而呢隻馬係動態嘅，代表事情發展會好快、好直接、有衝勁。但同時，馬抬起前腳都代表有啲未完全受控，即係話有能量，但未必完全穩定啊。背景嘅沙漠代表一個未知、未開發，甚至有啲極端嘅環境。但係騎士一啲都唔驚啊，反而係一種越未知，我越想試。成張牌嘅信息好清楚，行動開始爆發，你唔再等，你而家就去做。權杖騎士一般喺度代表住快速行動、衝勁、冒險、追求刺激、突然出現嘅機會、行動力爆發，好快開始一件事。簡單嚟講，權杖騎士就係有火、有力、有速度，但要小心，會唔會太快？好，跟住呢，我哋一齊睇下，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權杖嘅騎士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權杖嘅騎士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之前你曾經有過一段好衝動、好有行動力嘅時期，你可能好快就決定，好快就行動，對某樣嘢充滿熱情，甚至唔太理後果咁向前衝。嗰段時間你係真係好敢試，好敢闖，但同時可能都有啲急，有啲唔穩定。如果權杖嘅騎士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而家你正處於一個好想行動、好想改變嘅狀態，你可能已經忍唔住想即刻做啲決定，或者衝出去試新方向。呢張牌提醒你，有衝勁係好事，但都要小心太急、太衝動。行動之前，記得睇清楚方向，唔好只係因為一時熱情就衝咗出去。如果權杖嘅騎士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會出現一段節奏好快、變化好大嘅時期。你可能會遇到一個令你好興奮嘅機會，或者突然之間好想轉變，好想突破現狀。你會變得好有衝勁，好想向前行。但呢張牌亦都提醒你，速度快唔代表方向啱，保持熱情之餘都要記得穩住自己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張權杖嘅騎士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